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东发生着酸水的意外。桃园的教会团举办夏令营，到台东的大鸟海岸去酸水，有9个学生去互大鹰架去，但是9个才倒来8个人自行上花。有一个14岁高中生，到即摆也未找着人。尤其手机意外翕到大影一公内，有几个小朋友被冲散去。上个所在有一个姓张的少年囡仔是愈冲愈远，其他的人想要帮忙救回来，却无法度。上船啊！无偌久，几个救生员出动消防艇，把拄水这学生囡仔带上花，过程中差一点去互应架去。海影汹涌公内，连消防艇拢去互应冲变去。这是台东大鸟海岸10时下晡。桃园的教会团组队来遮佚佗，9个人落水，煞去大鹰架去，8个人顺利被救，只有一名14岁张东傲无找到。海巡紧急出动救生艇、直升机、海陆空同时搜查，学生嘛跪咧岸边祈祷，无法度接受意外。是在几个小浪之后会有大浪发生这样子，所以才会导致他们有点轻忽的状态。我们一家人夏令营欢欢喜喜佚佗5天，想袂到这学生竟然去大鹰赶走去，即卖也阁下落不明，希望会当继续搜救，传出好消息。